在家里是生活很安逸，就不愁任何物质上的东西，但是家里也挺无聊的，在北京市很穷，也很无聊。我现在觉得哪儿都很无聊。当你刚来北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可能是交友欲最强、最旺盛的时候，也是能够交到最多朋友的时候。但是经过了几年之后，朋友都慢慢的离开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在北京。我觉得我一定会回去的，因为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肯定要回去照顾他们，等他们老了，不然谁照顾他们？我爸就是自从我大学毕业那年就说让我回去，他说给我买了一套房，然后我说我不要，因为我特别想出国留学，就是我宁愿拿那个钱，我最想的就是出国学戏，但是他们是不可能让我出国上学的。然后买的时候我就一直说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也不会回郑州的。然后我爸就说要买，他就说。我给你买房，我错了是吧？我说你错了。他说我错了是吧？我说你错了。他说你没良心，你有良心吗？我说我已经很有良心了。对，然后就是直接原因就是这个，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，根本原因就是我不想被这个掌控，对被牵制、绑架吧。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像绑架，是吧？是有一点。就我父母就是非常希望我在他们身边，然后我就知道我肯定要养他们，就不可能不养。唉。